大家有冇發現，好多小朋友去英文班明明好開心，跟讀得好好，但要自己獨立講英文就唔得呢？好多家長都想趁住 K1 黃金期，幫仔仔女女培養獨立完整表達英文嘅能力，之後升小一都唔會太辛苦，但係又唔知點樣入手。今日就專門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博文教育中心最新推出嘅 Show and Tell 課程，一齊睇下我哋呢套教學體系嘅分支適唔適合你屋企嘅小朋友啦。Show and Tell 課程係牛津大學專門為3至6歲幼兒研發嘅一系列英文教材，配合我哋博文教育專為 K1 到 K3 幫小朋友順利銜接小一嘅課程主軸。課程設計核心係培養小朋友4 C 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collaboration 以及創意 creativity， 同時將 phonics 基礎發音學習整合到課程當中，主打訓練小朋友建立英文表達邏輯，做到見字識讀，英文溝通無障礙。上台講英文都唔會怯場啦。講到上台分享，好多人都會以為只係練口語同埋膽量，但其實成個過程，小朋友都喺度做緊深度嘅批判性思考同有效溝通表達。由圍繞住單元主題、自主發掘、整理思路，到後面組織語言、上台分享，再聆聽其他同學仔嘅發言，並提出有內容嘅諗法。成個教學過程每一步都喺度引導緊小朋友從多角度嚟進行獨立思考。而喺構思故事、製作分享成果嘅過程入面，亦都同步引導緊小朋友平衡發展4 C 能力。課程內建嘅 CLIL 跨學科教學，令小朋友唔單止係學英文，而係將英文作為一套自然嘅語言工具嚟學習各種學科知識，令小朋友嘅學習可以完美貼合澳門學校現時多元發展嘅趨勢。今次我哋簡單介紹咗 Show and Tell 課程嘅核心理念同教學價值，而家長最想知道嘅當然就係小朋友適唔適合用呢套課程嚟學英文啦。我哋下一集會再同大家一齊探討下呢套教材對於澳門現時嘅學制會起到點樣嘅化學反應。下次見。